王子，你回来了！二王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你少在这里虚情假意。你已经是大王子妃了，还想我干什么？二王子有所不知，我和大王子从未有过夫妻之事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才知道我心里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。二王子，你原谅我，带我走吧。当日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中原吗？我愿意跟你去。你现在终于肯放下你王妃的地位了。我在这里生不如死。自从大王死后，王后更是视我如无物。我早就成了族人的笑柄，连亲人都不愿意让我回娘家，我还有什么颜面留在族里？恐怕我帮不了你，你还是另寻他路吧。二王子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。王后连大王都敢杀，我怕她迟早有一天也会杀了我。我求求你带我走，带我走好吗？你自己多保重。等等，二王子回来是为了救夫人吧？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毕竟我也是大王子妃，身边总有几个亲信可以帮忙。二王子可以在老地方等候，明日未时，不管救出与否，在那里会合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是，当日是我负你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改过。倘若这次真能救出夫人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也带我一起离开。孽种，你还敢回来？你这个贱人！没想到你这么阴险歹毒。我可是大王子妃，怎么会受制于你？当日你叛离万古族，如今又鬼鬼祟祟的回来，显然是要对大王子不利。我当然是要保护我的丈夫了，怎么会帮你？母后，儿媳做的可对啊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改日再重赏你。多谢母后。孽种，你现在是插翅也难飞了。识相的就跪下，给我磕头赔罪。我考虑一下，留你们母子全尸。你篡位杀害万古王，你才是万古族的罪人。我现在落入你手，你杀我可以，但是必须放了我娘。哎呦，死到临头了还惦记你娘，孝子啊！带上来。吉儿，娘，孩儿来迟一步。你为什么不听娘的话？不是说好了不让你回来吗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娘，我不能看着你受苦啊！吉儿，你好糊涂啊！王后，我求你，你放过我娘，我绝对不会危及大王子的王位的。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那你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娘？哼，我这个人呐，只相信不会开口说话的死人，除非你在我面前自刎，我就考虑一下放了你娘。哎，住手！不要，吉儿，你不要管娘，
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，否则我就一刀的剐了你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我死可以，但你必须放过我娘。不要啊，吉儿，你走啊！不，王后，看在我们同为母亲的份上，我求你，让我再跟吉儿说2句，我只说2句。吉儿，娘，希望你能平安喜乐，不受牵制的活着。娘这一辈子悲哀，死不足惜。若要你为我而死，娘，就算到了九泉之下，都难以安心呐。娘！你害死我娘，我要杀了你！放箭！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他？这个野种必须要死，他活着会危及到我儿子的王位。啊，王后，万万不可！郑吉他是7杀之星，杀之不及呀！我可以用蛊毒控制他，让他做王后的忠诚的狗。我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，我一定要斩草除根。王后，万万不可！王后，我这丹药是几千种毒药配制而成，凡服上之人，无我配制的解药，他便会生不如死，万蛇噬心。王后，你放心，到时候他便会受我控制，听从王后的差遣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这最后一次。娘，你为我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孩儿不仅没救你，反而还害了你。是孩儿不小，你为什么不让孩儿替你去死呢？吉儿，不要过于悲痛。我已将你娘安葬，她知道你很好，也会在九泉之下瞑目了。我本以为我们一家可以团圆，没想到你娘比咱们早了一步。什么一家人？要不是你和王后勾结，我娘也不会死。吉儿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住你，我就告诉你，当年我在万古族霸占了你娘，你娘却与我感情深厚。你是我跟你娘的亲骨肉，20多年来，我为了你们母子委曲求全。唉，
我希望有朝一日得到权势，好给你们母子一方容身之地。别再说了，我是不会信的。吉儿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你无法抹去你是我儿子的事实。你总是问我，为何你既是人又是妖？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因为我本是狐妖。当日我得罪了狐族长老，被狐族视为叛徒，我无处容身，只好藏身于万古族。因为我是狐妖，所以我无法融入人类，我只好委曲求全，讨好王后。我借助其事排除异己，方才成了万古族的长老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们母子啊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父之所以不早些告诉你，还用封印封住你的妖性，就是怕你受到万古族人的排斥和鄙视。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得到了权势，我们一家人团圆的时候，我们再父子相认。我没想到，我忍了这么多年，却功亏一篑。为父，我便是身不由己。那王后恶毒狠辣，处处强权，将你们母子视为眼中钉。我无法保护我儿子，我觉得我以后都没有办法能与你们长相守，我悔恨终生。可是我不能再失去你这个儿子。吉儿，我们父子齐心携手，为你母亲报仇，得到妖典，掌握天下，这天下就没有人敢再欺负我们父子了。我一定会杀了王后，替我娘报仇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人类有句话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们真心对待人类，可人类却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们。你想想那李靖，他的眼里只有王英，你百般的讨他欢心，可是他呢？他是如何对待你的？郑兄，谢谢你，你对静儿所做的一切，静儿都心存感激。不过，静儿已经心有所属，让郑兄错爱了。是我不够优秀，不配静儿喜欢。不，我儿子才智过人，武功高强，这天下没有哪个女人会不喜欢你的。我知道，只是你那天性被人类所压抑，你没有机会显现你的才华。只要你能够找到妖典，我们就能够掌控天下，有了掌握江山的能力，不再受人欺负、挤压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：权势、江山、女人，所有一切。夺了妖典，真的能统领天下吗？对。你若真是为我好的话，为什么还给我下妖咒？我怎么会对我的儿子下手呢？我告诉你，那是我用来压抑住你身上妖气的灵粉，有了它，就可以帮助你掩饰你身上的妖气，掩饰你体内的妖性，免得让别人质疑。
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族里最漂亮的人，要嫁自然得嫁地位最高的王者。我可不想像郑夫人一样，自古红颜多薄命。只要你能够找到妖典，我们就能够掌控天下。有了掌握江山的能力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权势、江山、女人，所有一切。静儿，你在这儿坐很久了吧？都已经好几天了。大哥，可有郑兄的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也不知道郑兄的伤势怎么样了，还有没有出血，有没有遇到危险？三妹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继续寻找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大哥，你就别安慰我了。南疆群山叠嶂，找一个人实属不易。我们又不知道他在何方，要怎么找他呢？但我还是相信，郑贤弟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三妹，你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睡过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累垮的。赶快回屋里，好好睡一会儿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告诉你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郑兄生死未卜，我又怎么能合得上眼呢？万一他回来了，结果你又病倒了，岂不是辜负了郑贤弟舍命相救之情？大哥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无用的累赘啊？之前害阿莫和萧表兄受伤，现在郑兄又下落不明。要是我再生病连累大哥的话，我真的就是罪孽深重了。三妹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就是因为你平常真诚待人，侠义心肠，才会有那么多朋友舍命救你。你是我们最亲近、最重要的人，不能自暴自弃，知道吗？大哥，是真的吗？在你的心里，我真的是最亲近又最重要的人吗？当然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扶你回房休息。郑副委，你回来了，原来你没有死啊！谁说我死了？王校尉和庞郎说见你失踪，还以为你被妖掳走，已经死了，不会回来了。静儿最近好吗？当然好了，王校尉对静小姐百般呵护，这2日打算带静小姐去郊外散心，只可惜军中事务繁忙。不过现在好了，郑副委安然回来，便可以代替王校尉处理军务，
这样王校尉和静小姐就可以安心出去了。我为你们遇险受难，而你们却一次次负我，始终当我是个外人，也不介意我的死活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视你们为朋友，我们从此恩断情绝。这些日子，王校尉整日陪着静小姐，静小姐也开怀了不少。静儿，你是我的金皇公主，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郑大哥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郑大哥。郑大哥，郑大哥可算回来了，你伤好点没有啊？这些日子去哪儿了？原来这个世上还有人关心我，只可惜不是静儿。阿莲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线索，所以我就想到你的房间看看，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可循。都怪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让你担心受累了。我不累。你的伤好点了没有啊？我的伤不碍事了，只是……阿莲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被我的族人带走的。族人？郑大哥不是中原人吗？我记得你说自己是西镇人。没错，我娘的故乡是西镇，所以我也把那儿当成是我的故乡。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我娘亲的手。其实我是万古族的二王子。万古族，你是王子？所以，我的父王和娘亲都已经被王后所杀。我幸得族中一位长辈救下，才逃出升天。没想到郑大哥竟有这番遭遇。阿莲，我是一个异族。如果你心存顾忌，不愿意跟我结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，并没有啊，郑大哥，你多虑了。不管是异族还是中原人，不一样都是人吗？郑大哥在阿莲心里，一直都是最好、最善良的人。多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还有一事相求。郑大哥，你说。恳请你保守我这个秘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替你保守秘密。这下我放心了。现如今，也只有你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。我体内的妖性已经难以控制，好在有阿莲这个除妖师在身边，可助我隐藏妖性，更加便于我寻找妖点。郑贤弟，欢迎归来。谢谢大哥。来来。哎，静儿呢？怎么没见到她？哦，她听到你平安归来的消息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但是碍于妖咒，她不希望当众露面。这样吧，一会儿你自己去别院看看她吧。郑大哥，我们还以为你被妖怪劫走了呢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你说你的朋友把你带走疗伤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呢？大家都担心死了。
尤其是我师姐，一直牵肠挂肚，每隔一个时辰就说一次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笨蛋，瞎说什么呀你？我那个朋友是个脾气古怪的隐者，为人方面有点不懂人情世故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我敬诸位一杯，向大家赔个罪。郑贤弟，你为了救我三妹，自己受了重伤，这一杯应该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敬你才对啊。小维姑娘呢？怎么没有见到她？姐姐有要事，一早就出门了。他能有什么要事啊？一整天都不见人，还不知道去哪儿了呢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平日都是姐姐一个人打理府上的琐事，每天辛苦为大家准备三餐，你们谁领过情？今天刚好有事出门，你就在这里说三道四，不知好歹。哎，师姐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郑大哥好不容易才回来。啊，对了，这几日那个妖怪可有再出来害人？哦，可能是我们防备的好吧，一直都没有再出来过。此事不可以掉以轻心，还是早日抓到那个妖怪为好。你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了各处还有老百姓，夜里小心提防。你的伤势刚刚转好，还是留在府里安心养伤。夜巡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王大哥，我的伤已无碍了，还是让我早日归营，多我一个，别多一个帮手嘛。也不知道那些妖兵什么时候再出现。为了三妹的安全，你还是留在府里保护她，以策万全吧。王大哥说的没错，郑大哥你就安心养伤吧，我跟王大哥一块儿去巡夜，一定确保各处无事。怎么了？你今天要去抓妖啊？啊，那我也要去。不用了，我可能一整夜都要在外面，你跟着我去太危险了，你还是留在家里休息吧。人家本来好心要帮你，我有办法让你抓到妖。什么办法？你先答应我去，我才告诉你。那我得看看你的办法有没有危险啊。耳朵过来。哇，彩雀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居然能想出这样的妙计，简直赛过诸葛孔明啊！怎么样？我都说我的办法可行吧？那我们今天几时出发？几时出发？我还没想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经过厨房，看到小薇姐一个人提了很多点心，她是要去见谁吗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姐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啊？难道你跟你师姐一样怀疑我姐姐？不是，我只是看天色不早了，小薇姐一个人出门，入了夜不安全。哎，彩雀，你还是去看看小薇姐，免得她遇到什么危险。呸！你这个乌鸦嘴，不许咒我姐姐。姐姐现在很安全，比在王大哥身边安全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姐姐去拜神了，自有神灵庇佑。哦，神灵庇佑。傻子。啊？傻子。大人，这不是你与王英定情的地方吗？怎么要领本尊来此地？莫非你又要故技重施，向本尊也来一次告白？大人可真会说笑。小薇只是觉得此处风景宜人，所以想请大人到此处尝尝小薇的手艺。小薇知道大人不食人间烟火，可既然大人喜欢喝小薇泡的茶，小薇就特意准备了一些茶点，来请大人尝尝。这是小薇在人间这几年学到的最好的手艺，不怕大人笑话，小薇做的茶点可是无人不夸，不知合不合大人的胃口？
说吧，有什么事要求我？果然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大人。大人可否知道那天抓李靖的妖兵有何来历？是否和镇上的弯心妖是一伙的？你是觉得本尊每日都很闲散是吗？连这些野妖的事情也要来过问？大人是寒冰地狱之主，降服的妖魔甚多，见过的更是无数。那些妖兵竟然不怕金刀，而且被妖兵所伤之后，伤口无法愈合，就连螳螂的除妖法咒也没有用。小维很是奇怪，这些妖兵到底是何来历，所以才斗胆想请大人指明真相。你是怕王英敌不过那些妖兵而受伤，伤及性命，所以才来求本尊的吧？小维如此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，其实只是想赢得赌局，早日得到王英的爱慕。大人是神明，应该知道那些妖兵的来历，知道如何应对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吗？人间有句话叫“吃人嘴短”，方才大人已经尝过了我的茶点，这个忙终究是要帮的。我若不帮你，又能如何？郑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当初相识的时候，也像这样望月轻谈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当然记得。郑兄，当初真的谢谢你舍命相救，好在你平安无事，否则我这一辈子都会愧疚不安的。以前你是公主，我是侍卫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虽然你现在不是公主了，我也一样会尽心的保护你。我郑吉言出必行。郑兄，我心有所属，你还是不要再付出感情了，静儿受不起。而且，
你不是说过你要建功立业，好将你娘亲接离故乡团聚的吗？已经晚了，我娘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就算有功名成就，也已无用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娘是怎么过世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静儿，今时今日，我也不想再瞒你。其实我是万古族的二王子，我娘是万古族的王妃。但是王后一直欺压我们母子。那日我被族人带回族里，我娘为了救我，被王后害死。是我愧对我娘，是我害了我娘亲。周兄节哀。其实，我母后过世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痛不欲生。可是，我表兄告诉我，我母后最大的心愿，便是我过得开心快乐。天下间的母亲都是一样的，你娘为了救你而牺牲自己，便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所以，为了过世的亲人，我们也要坚强的活下去，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，不为我们做儿女的担心牵挂。出来吧。你还在坚守？长老不放心二王子。二王子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有这个人了。不管怎样，你始终都是万奴的主人。少主，你不愧是长老的血脉，略施哀兵之计，便让阿莲对你死心塌地。还博得了金皇公主的同情，真是两全其美，让万奴实在佩服。我对静儿是真心的，你要是敢动她一分一毫，我定会让你10倍偿还。万奴不敢，万奴不敢，请少主放心，万奴此来是率领妖兵协助保护少主的。为少主马首是瞻。至于金皇公主，还是请少主亲自出马。小维，小维，小维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往哪儿跑？糟了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王大哥，
这个是从弯心妖的身上扯下来的。二弟，我总觉得这件衣服太华贵了，我还是换回我自己的衣服吧。哎，你可是我结拜大哥，又是我萧府的贵客，衣着岂能寒酸？这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定会笑我吝啬、招待不周的。大哥，你就放心穿着吧。让二弟破费了。哪里？小侯爷，锦绣坊的面料送过来了。这是我特意找京城最盛名的布料店买的布料，打算为小薇姑娘做一件衣裙。我相信小薇姑娘一定会很高兴。大哥意下如何？挺好的。你有没有看清楚那妖怪的容貌？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那回忆来侵袭。